对那个古人的东西很有兴趣啊，我一直知道这个，像那个我以后有陈近南墓，就是那个韦小宝的师傅陈近南就在那里。那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就一直往里头查。可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，网站上面都找不到。譬如说陈近南为什么会有那个墓在那边，然后他那个里面是人呢，是真的是古皇还是衣冠冢等等的。那其实那些东西都有人写，好，都有人写。那你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不是去把那些东西整理出来而已，而是要加入其他在网站上找不到的资料，所谓的原创性在你们的文章里面一定要有。好，那我们那个因为是每个人很自由的，所以你写完之后发表的地方就是那个玩跳绳上面。好，那反正 Facebook 文章写下去，你就写了之后，以后有东西慢慢改，好，久了东西就会越来越多。要注意的去的时候注意哈，不要为了要确定它是不是衣冠冢，要去把陈近南的墓给挖开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吧，赶快。不会去那里了哈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这是我们谢小姐，好，那她帮我们打，今天又带我们去看戏。哇，真。